松赞干布到了这个拉萨积雪经验的时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现在拉萨北郊娘惹乡那边沟里边的那个帕瓦塔，这个是第一座王宫啊。然后这个然后在那边到了那边以后，军事力量和政权那些到了一定的发展以后，松赞干布想修建一座威震四方部落的一个皇宫。松赞干布的祖父，吐蕃的第28代占卜托特涅勒真也曾经在马布人身上居住过。因为你可以看见马布人山上呢，就处在这个积雪的正中央，而且是一块宝地。藏语里面叫这个马布人形状是一个拉切切的鸟，汉语里面叫宝相二字，就在这上面修建了这个宏伟的布达拉宫。